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3月2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近来按国外倒转来，就爱在家来检疫的民众哪来哪济，不过按彰化、嘉义到高雄，拢有人无照规定偷走出门。还机会讲已经有甲1号点乌北遐的台湾人指定2只上海飞桃园的飞行机帮，互因坐转来台湾。印度自3月25就开始全国封锁21天，因为印度的人口数13亿，这也是全世界规模上界大的锁国。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下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如果新增加17个武汉肺炎的患者，其中15个是带病入境，佮2个患者是和国外转来的民众较有直接的亲人。到这当阵，咱国内计共已经有252站病例。咱嘛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要公布有新增的17例的确诊案子哈，那15例哈是境外移入。那2例哈是本土的案例，那总共这17例，最主要在机场被拦截的有7例，那居家检疫的有6例，居家隔离的有3例，那1位是自行就医。那整个的一个情况哈，有2例的本土案例，不过这2例的本土案例246、247都是境外移入个案的接触者。其中按246为60多岁的男性，为按209从美国境外移入的同住的家人，那因为是接触者所以他有症状，经采检之后确诊。那247为40多岁的女性，为按228荷兰移入的同住的家人，于3月23号发病。经就医采检通报后确诊。另外新增15例境外移入的案例为7女8男，年龄介于20多岁到60多岁。近来按国外倒转来，就爱在家来检疫，也是隔开观察健康14天的民众是哪来哪济。不过按彰化、嘉义到高雄，拢发现有人无照规定偷走出门。各地方的卫生机关嘛特别提醒讲，顾全家己嘛顾全众人的健康，还是得爱请爱隔离的民众照政府的约束行，若无唔拿罚金，甚至无定佫会误着社会。好，你这公德心问题，你要跟我讲一下。啊，你不是就这样跑了？这你们都大人了。警方考劝民众不应该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偷走出来。虽然讲男主讲伊多出来5分钟，但是警方也是请伊回去厝，并交由卫生单位来裁罚。那我们会依他实际的违反的情况哈，那也会依中央规定的这个裁罚基准来做裁罚。违反居家检疫偷走的情况，嘛同款发生伫彰化甲高雄。彰化除了有无按时间缴罚金，却有伫现馆查访时才缴现金的情况。高雄嘛发生居家检疫的民众，因为连续2届违反规定，互强制隔离。他是说，他因为手头不太方便，那身上只有2000块，但他希望说剩下的8000块是不是让我们能够让他分2个月来缴纳？那我们也欣然同意。在我们的电子围篱记录上面都有短暂的时间离开这个限制住居的这个处所，因此在行为的判定上面，我们认为他已经是2次的违反居家隔离的这个检疫措施。24号下午呢，就动用警方以及我们的卫生局所的同仁，直接将他送到这个强制隔离所。政府不断呼吁民众要遵守居家检疫的规定，但是也是发生民众偷走出来的情况。卫生局也是呼吁民众在防疫期间，为了避免造成社区感染，也是请居家检疫或者是隔离的民众要遵守规定，以免受罚。记者林伟霆、彰化、嘉义、高雄综合报道。咱继续来看高雄，有一对男女朋友按英国倒转来时，因为有镜头双双住院，结果昨男方确定得到武汉肺炎，女方是验无病毒。病院要求伊出院，家己观察健康就好。伊较想要去住市政府合位好好的防疫旅馆，所以去卫生局解释，伊也真不满。不过卫生局这边是回回讲，已经有即时安排伊搁入院继续治疗了。高雄一名王姓女子甲男朋友到英国出差，回来以后，2个人拢出现病症，住院治疗。25号男朋友确诊武汉肺炎，王姓女子是阴性，互要求出院伫厝隔离，但伊认为无适合，佮转去厝，指控市府拒绝伊住防疫旅馆。先问卫生局说防疫旅馆可以吗？他们又认为我是高危险区，所以不愿意让我住防疫旅馆。他
上的选择一开始是只有我男友家或者是我自己的家，屏东老家。我觉得我现在的状况是不适合在非常中放回到社区啦。王姓女子甲男朋友3月16號伫英國都有病症，19號轉來台灣治厝檢驗，21號因為發燒，家己通報住隔離病房治療。9月5號男朋友已經確診，但因3度採檢攏陰性，互通知出院。高雄市衛生局表示，伫伊還未離開病院之前，就各互安排去公立病院隔離治療。還沒離開醫院之前呢，他就打電話跟衛生局這邊進行必要的一些意見的一些交換。出院之後呢，他要感覺到有點喘，因此呢，這個症狀是有加劇的這個問題，所以在當下的討論過程當中，我們就將他轉介到指定的這個隔離醫院。衛生局澄清，王姓女子是治厝隔離的對象，而且有病症，已經無符合住防疫旅館的條件，並不是拒絕。另外，女子曾經以為再度住負壓病房必須要自費，衛生局嘛強調，負壓病房是防疫物資，無辦法自費使用，是經過評估符合防疫甲治療條件才予伊住，同款有健保補助。記者王家川、柯建準高雄報道。來關心一波上界新的消息，因為中國的湖北省本地封鎖對外交通，但已經佫開放了。哈機會今日嘛證實講，已經有甲一個留點湖北遐的台灣人指定2隻上海飛桃園的飛行機，互因才有時間坐倒轉來台灣。這2隻已經指定好勢中華航空的班機號碼攏是CI504，一隻是3月29禮拜，佫一隻是3月30禮拜一，時間攏是下暗時7點50按上海起飛。9點50會到桃園，飛行機頂防疫的設施真完全，若有發燒的症頭嘛袂當上飛機。眾人倒轉來到地道，即時佇機場檢驗，則閣含進前同款，同齊去集中檢疫所隔開14天。海基會嘛講會含華航繼續打合，飛行機幫盡量派互到，通好將所有留點遐的台灣人攏總一日載轉來。來講台北和新北2市要合作甲交流，早起是舉辦市長即刊的會議。台北市的郭文特市長講，兩邊袂輸是穿同領褲，同一個生活褲啊，船破海徹底，一定要合作才會用得。新北市的侯友宜市長嘛講，雙方面都是生命共同體。刷落去的會議，雙方面針對防疫的工作一項啊一項，一日落去打合好勢。面對武漢肺炎的衝擊，今年雙北論壇議題主題定在雙北合作資源做伙用、做伙防疫。台北市長郭文特致辭的時陣講到，雙北是共同生活圈，一定要合作。新北市長侯友宜是感謝郭文特的支持，強調雙北無共調、無共調的問題。大台北生活圈其實都是需要彼此合作啊，這個已經到了什麼唇亡齒寒的程度，現在。所以是一定要合作。其實雙北沒有什麼同調不同調的問題，雙北只有一個共同的生命共同體，大家一致都要往前走。所以謝謝柯市長。為防疫旅館、防疫專車、載運的規範等等，郭文特指出，資源要做伙用，政策要共款，雙邊的戰略清楚，一邊行一邊看。侯友宜嘛講，早起的會議確認攏是共步調，不過大台北生活圈、桃園甲基隆甲要掛佇內底，郭文特認為無問題。核心還是雙北的啊，但沒問題。這個侯市長來跟我講的時候，就有說所以你也找過基隆跟那個桃園都有聯絡過。順時鐘者生，逆時鐘者亡的壓力。沒有，不要講那麼嚴重啦，我們都擁護中央政府啊。不管是順市長還是順州政搶，即馬當時疫情的時陣，郭文特真低調。侯友宜是替郭文特來講話。我是為下一個階段先做好準備啦。這個是每一個過程當中，大家心裡有這樣一個作戰的方式嘛。科長做得比我好，他也比我專業啦。他這揮揮手是很客氣啊，比我專業啦。他的部署也是超好。將近1點鐘的會議，雙北針對防疫重點進行交流討論，制定 SOP 做伙用，後恆防疫集中檢疫所、退休醫護人員資源等10個問題，要破除進前外界認為雙北無共調的疑慮。記者郭燦從執行 SNG 小組台北報道。因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已經表明講，活動在咧室內若超過100人，在室外若超過500人參加者，攏總建議要取消。文化部嘛要求因手下所介管的公演場所、室內演出攏得先暫停。故宮博物院這邊嘛講，會控制入去館內參觀的人數，同時間唔通超過100人。
民众挂嘴暗，入场进前要爱量体温，平常人真济的故宫博物院，今麦看起来特别冷清。趁这一波人潮非常少的时候，故宫几十年都没有来过了，这是一个国人参访的好时机。受疫情的冲击，进前回假日会有700-8千人次的故宫，今麦平均一天剩200人，营收落跋数千万。不过今麦防疫升级，故宫场馆限制参观人数伫100人以内，并且保持1.5公尺的距离。若果人数超过，大厅也设有等待区。在每一个时段呢，以不超过100个人呢排队的路线呢，每一个人的距离呢是3个瓷砖的距离，大概1.8米左右。如果旅行社团客来的，我们更是希望他们呢分层分区这样来做参观的一个动作。另外，伫台英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拢因为防疫关门。台湾的国家图书馆目前照常开放，不过入门前爱量体温消毒，座位的距离也较大，中间也阁有加上隔板。高雄图书馆也要求民众入门爱挂嘴暗，做好防疫。希望能够落实戴口罩。那如果说身体有发烧的话，就不要进来。据国家两厅院是将主办节目延后还是取消？挂座节目是较大座位距离，还是讨论延期定时期？我们现在剩下的就是一些在小厅里面的演出，之前就已经在做间隔做的这个安排了。有一些多于100人的，我们就会跟他商议，说是要减少观众的数量，还是要延期，处于滚动式的管理。因应暂停演出或延期，也会视团队的需要，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协调场馆提供表演厅或其他空间。配合防疫政策，文化部所属的表演场馆主办甲合办活动原则上是暂停。场馆外组办理的室内活动超过100人，也会建议取消还是延期。除了现有的进行纾困预算之外，也将启动跨部会协调，争取艺文产业适用其他部会的纾困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才单针对开会的人数出嘴建议尔。早起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就发声讲，出席的人员有公家股份这银行的董事长、总经理，还有金管会甲证交所这机关。若连媒体都按落去，人数就真是超过100个。尾手主持会议的林楚英立委则开声讲，无就请幕僚人员拢先离开，立法院爱做好带头。人立法院自己带头来违法，然后要民众要来守法。助理啦、幕僚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行离场？国民党立委林德豪提报纸上即顺台，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建议，伫室内100人以上、室外500人以上的公共集会爱停办。立法院应该带头做好模范，因为财政委员会现场有超过100人，风险相对较悬。最后决定请各单位的幕僚离开。武汉肺炎全世界确诊比例一直增加。行政院甲财经3部会找银行工会成立金融国家队，也决定伫这礼拜会找各银行的董事长泡茶，希望伫咧非常时期共同协助企业纾困。公股行库的部分的协商就是由财政部主责，相关这些公股行库已经配合的事项，我们再跟民营的行库做个沟通。伫这边疫情除了冲击经济，也和全世界股市出现大幅度的震动。华南金矿旗下子公司华南永昌证券。临时发布重要信息，讲因为3月12股市大盘，环境交易风险操作袂好，造成亏损达到公司净值的3%。到23为止，估计损失达到新台币34.13亿。避险不及啊，所以华南永昌亏损了34亿，有这一回事吗？他做的是一个权证的这个出售这个卖出选择权哈，但是他后来在避险的时候啊。有用到一个期货空单去避险哈，所以上涨如果太大的时候，对他还是很不利啊。郭立雄强调，会请证交所做专栏查核华南永昌一个相关避险措施，是毋是符合内控，是毋是违反相关的管理法规。等到了解规个风控的状况了，结果再提出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印度自3月25开始。就全国封锁21天，强制要求民众踮伫咧厝内，袂当南山出门行大。因为印度的人口数有13亿，这也是全世界规模上介大的锁国。
一世界就看到因的警察点伫咧街头，掠遐违规出来街路咧行耍的国民。印度首都新德里，25一暝之间变成空城，16山道大马路车流无快，民众就街借当买上基本的民生用品，也搁爱挂喙安随时消毒洗手。加尔各大机场车站真空，全国各地会当看到警力伫街路控管，北部旁遮普省警察未违法设大计，民众甚至当庭批发。भलाई वास्ते मुड़ के आऊंगे गलती मनो सॉरी सर इन्हां लोकां नूं अकल नहीं आउणी पैसे मगर इधर भी चलदे आ किड्डा दुनिया दे उत्ते नेर पिया आ 药房顶基本物资商店犹原是开店营业，也毋过打着告示要求人客挂喙安，保持1公尺安全的距离。为了防止全国疫情大爆发，多数中产阶级愿意配合政策，也毋过也希望政府加照顾冲击上大的基层人民。हम तो चलते फिरते लोग हैं चलो कुछ करके खा पी लेंगे अदर्स जो गरीब आदमी है जो दिन कमाते हैं दिन खाते हैं उसका क्या हालत होगा because people would realize what is the black swan what is unpredictable thing can happen to their life so maybe something good come out in entirely not economically 13亿人口爱关门，伫厝3礼拜21天是当前全球上大规模的封锁。民众非必要袂当出门，只会当伫附近买粮食药品、牛奶粉等民生用品。封锁令生效前，莫引起一波囤积抢买物件。印度当局25保证货品供应充足。运输无受阻碍，目前正协调电子商务业者将基本物资配送上门，上大程度减少人群流动甲接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这边，昨一天内患者佫增加1万个，到今已经超过65000个病例，治病过往啊将近1000人。这中间，干那纽约病例人数就超过3万。纽约市长嘛批评中央的联邦政府，讲援助因的资金是真不足，有影讲袂过。川普总统是讲，已经有下真侪心情和纽约咧打合，嘛望国会会当赶紧通过伊所推动预算2条美金的纾困法案。美国病例数升悬，上严重的纽约州病例已经超过3万，接近300人死亡，当地甚至开始兴建临时的太平间。纽约市长白思豪当地时间25对联邦政府开喙骂。Giving New York City $1 billion out of a $150 billion pool that they provided for the entire country, but we are 1/3 of the cases in this country right now. Someone do the math. 白思豪指出，纽约疫情明明上严重，补助金却无到1%，这无道德，呼吁联邦政府增加援助。总统川普表示，已经用真侪时间甲纽约讨论问题，也甲纽约州长古默討論過，卻無講到白思豪。川普也表示，只要國會通過2條美金的紓困案，伊就會隨簽署法案。I encourage the House to pass this vital legislation and send the bill to my desk for signature without delay. I will sign it immediately. 参議院已經通過2條美金紓困法案，到等眾議院通過。受法案的鼓勵，美國4大指數25開盤起，道瓊一度提升超過1300點，收跌去將近500點。不過疫情卻無像股市同款的樂觀。美國過去一天新增超過1萬例，攏總破65000例，死亡人數接近1000人。疫情也影響軍隊，24架傳出航空母艦羅斯福號有3名的海軍艦艇。25國防部告指出，一名佇五角大廈工作的海軍陸戰隊軍官確診，目前已經有200多名的美軍調病。另外，美軍已經甲有醫療背景的退伍軍人聯繫，找出願意協助對抗疫情的志願者。疫情漸漸要失控，路易斯安那州長也警告24點鐘內病例數升懸到30%，恐驚成為後一個疫情中心。might exceed our capacity to deliver health care to COVID-19 patients, it would be in the April 4th or 5th timeframe. We are starting to see that spike, and what the governor has indicated is that we're on a path to look like Italy. 加州市伫25提出警告，当地无满17岁的病人有增加的趋势。另外，确诊病人中，多数的人年纪伫18至49岁，呼吁少年族群提悬警觉，遵守伫厝隔离。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欧洲的西班牙这国，一日来死亡的人数就增加738个人，到当治病过往的已经超过3400人，这个人数赶过中国，敢若比意大利较少尔。当然，西班牙的副总理昨嘛验出治病，这已经是英国内第3个患着病的高级官员。另外，日本东京的患者嘛增加袂少，东京都的首长就要求市民要尽量减出门才好。另外，西班牙疫情也恶化，过去一天死亡人数增加738人。Han fallecido 3.434 y se han dado de alta ya 5.367 hasta la fecha。西班牙总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中国，敢若输予意大利，加做全球死亡人数第2个国家，病例也接近5万例。副总理卡尔沃也正式确诊，加做当地第3位确诊的政府高官，被为着政治人物，也有英国71岁王储查尔斯王子。北京汉宫指出，查尔斯王子目前状况真好，正在苏格兰隔离，伊的夫人卡米拉无被会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健康状况真好。另外，意大利的防疫关键人物民防局长普瑞里25出现发烧症状，目前隔离中，当日记者会也无来。普瑞里进行做过检测，结果是阴性。意大利目前确诊病例已经破74000例，死亡超过7500人。记者综合报道。等下关心台湾的国防甲外交，国防部证实讲，昨有一只美国的舰船，名叫 McCampbell， 是驶探过咱台湾海峡。美国军方的太平洋军舰队嘛，伫咧 Facebook 打出这只舰船演习训练的录影。另外，网络顶头嘛有人发布美国的侦察机飞过高雄外海的资料。但学者就分析讲，美国会派舰船伫咧台湾海峡来来去去，也是咧斗维持局势的稳定。一个海军徛伫咧军舰顶悬，用吊镜观察海面的动态。美军太平洋舰队透早伫咧官方的人面册顶悬公布一只伯克级的军舰麦坎贝尔号航行过台湾的海峡，阁有相关的演习、训练等等的画面。国防部26证实，美国军舰航行过台湾海峡的信息。麦坎贝尔号25为台湾西南海域为南往北经过台湾海峡。国防部专程掌握4颗维亚海空的动态。美军一艘作战舰在昨天从台湾的西南海域经过台湾海峡向北航行。国军的联合勤监侦作为对于台海周边海空域的任何状况，全程都有掌握。专门追踪飞行机动态的飞机守望推特顶悬，25嘛抛出美国海军白羊座电子侦察机伫咧台湾西南海域飞行的卡架。为飞行的卡架会当看到侦察机捌伫咧高雄外海附近伫咧射。顶礼拜中国军机又搁伫咧暗时射台湾，嘛互美军的军舰出现，互人真关心。也有可能是因应中国最近在整个西南太平洋的部分的一个扩大的军事演训，我觉得美方做一个反制。其实美国军舰最近伫咧南海做演习，23第7舰队就伫咧南海进行实弹演习。学者分析，伫咧美中拼场的情形之下，台湾应该爱搁较注意中国的反应。一连串的3月的东南亚的军演，然后台海的稳定，台海的军事演习，包含它这个驱逐舰的不断的穿梭台海的这个部分哈，维持这个台海的稳定之外呢，6月的这个环太平洋开始进行军事演习，那中共解放军的反应的力度的强大大小，也会影响到整个美军。2018年，美国抗议中国伫咧南海争议岛屿的军事部署，撤回环太平洋的军演邀请。国际法的学者分析，刷来5月要举办的2020环太平洋的军事演习，按算中国未受到邀请，刷来中国的态度值得咱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外交部吴钊燮部长近来有去予美国的电视新闻台访问，谈论台湾这回抵挡病情的经验。镜头唔但显出咱的国旗，主持人阁称呼伊是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部长嘛强调讲，中国所发一国两制对民主的台湾人是无半点吸引的效果。讲到抵挡病症，网络顶头当嘛已经有超过50万人联署要求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讲话一再挖中国，有失公正，伊就要下罪落台。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aiwan, Jiaoxi Joseph Wu. Sir, it is good to have you this morning. 称呼吴钊燮是台湾的外交部长。美国福斯新闻网早起的节目，主持人玛利亚视讯专访吴钊燮，了解台湾的防疫措施。吴钊燮强调，台湾有为 SARS 学到教训，台湾的医疗体系准备了真较全，有超前部署。落尾主持人问伊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看法的时阵，伊嘛直接表示，一国两制对台湾是完全无去引力。When there was a protest in Hong Kong in March last year, people in Taiwan are watching very carefully becaus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tinued to say that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 model is for Taiwan to use in the future. But when the people in Taiwan see that protest, we know that that is not good for us. 吴钊燮讲，台湾是相当成熟的民主国家，专访的背景嘛出现中华民国的国旗。吴钊燮最近常常接受外国媒体的专访，伫咧疫情的期间替台湾来发声。进前嘛捌呛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是咧创啥？最近谭德赛几啊届的发言，俄罗中国等等的作为，嘛互网友真生气，发起联署要求伊落台。即嘛全球突破50万人参与，数量还阁继续伫咧抢悬。我强烈质疑他有收中国的钱，当中国的化妆师。谭德赛是最大的罪人所以他真的应该要早点下台。看到 WHO 在某种程度上，它失去它本来成立的一个功能嘛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被这么多人呛他下台，也是罪有应得吧。连署书嘛强调，世卫组织爱政治中立，无应该排除台湾。即马各国肯定台湾防疫的经验，不过5月就要举行的 WHA 世界卫生大会，今年台湾敢会受到邀请来参加？外交部讲无啥可能，不过受到疫情的影响 ，WHA 可能会改做线顶会议、延期或者是取消，嘛拢有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咱两个关心六都地方的消息。早起6点外，台中代理一间卖凉水的店头，铁门还未开，店内家私煞爆炸，连店伫咧店口等公车2个高中生都去伤着，才赶紧送病院服药。事后经过台中市消防局了解详细，真有可能是规桶的家私开关全无好势，还阁去引着火母，才会发生这桩意外。起爆发生的同时，冲击力相当大，厝面隔板嘛被打开，当时2个高中生等伫等公车嘛被波及，紧来送往病院。在等公车，他就打电话回家说被那个气爆打到啊。回到事发现场，厝面的隔板被炸开，四界一片凌乱。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当时店头还未营业，疑似店内底2个压缩桶的更管，开关无确实关好，才造成意外。有漏吗？那边有闻到味道吗？没有这边都已经关，刚刚右边没关，左边已经关了，现在我2个都关起来了。里面没有味道他闻到一个浓浓的一个瓦斯味，突然就嘣一声，他们整个2个人就是摔出去了。幸好就是当时那个时间点刚好没有很多的汽车。上午6点外，台中代理长兴一家这个饮料店，常常发生起爆，被报警2个学生送医了后并无要紧，后来佫转去学校来上课。而消防局火调科的人员上午嘛到场，初步了解，爆炸当时并无火焰，不过疑似是员工便所内底本所桶有火源，才会发生意外。可能少量的漏气啦，他可能又在厕所里面有火源，有可能累积到早上凌晨，就6点多就发生一个爆炸。台中市消防局指出，当时便所本所桶内底烧用的分子，加上医术压缩更管并无确实关好，才发生意外。不过确实原因还佫进一步来调查。记者台中综合报道。佮来讲，去年10月高雄监狱内底一个姓陈的受刑人，可能是去互狱内管理人员含关做伙犯人摸甲变重伤，送病院也救无起来。今年年初，检察官已经有起诉迄6个牵涉出手拍人的嫌疑犯。受害者的大姐早起嘛出面，讲办法官就要重判加害因小弟的人，社会嘛就要重视，唔通佮放这款代志继续发生。我现在在这里只有2个心情，一个是担心，一个是伤心。姓陈的受刑人因这哪哭哪讲代志发生了的心情，强调讲自从弟弟去互苦毒死亡了后，除了烦恼讲官员互相暗砍去互输营以外，大家看到相关的影片，就艰苦甲流目屎，请求法官重判加害人。看到他写的日记里，真是泪水不停的流。但是，我盼望他爸爸还有1个月就要出狱了，要跟他爸爸讲了好多话。
代志发生伫咧旧年，细单的受刑人若像伫咧加价，去互4个受刑人甲2个管理员拍甲重伤了后，出现身体无爽快，送病医了后无救倒转来。今年6个涉案人去互检方起诉，矫正署对这件代志表示真遗憾，嘛指出目前受刑人批信真正的管道拢真透明，针对这件代志有熟悉的人员后手卖追究责任。包括我们监视器的那个镜头，因为我们老旧的监狱，它的画素不高，解析度不好，我们的前面从30万画素把它提升到200万画素。这个草案到底能不能够符合监狱行刑法，乃至于另外接下来我要提到的禁止无性公约他们的规定，这是非常有疑问的。去年第3度通过加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矫正署讲7月15日完成实行有路开始实施。立委嘛呼吁未来加监视器翕袂到的所在，应该要划做禁区，袂当甲受刑人带去这个区域。记者综合报道。等下讲行政院为着要让农民食肉，嘛通和军公教同款有退休金通好领。早起通过农民退休假金条例草案，以宪部的劳农津贴7550做基础，30岁的农民若开始逐个月纳6%，1428块，到到65岁退休，1月日就通领到26000几元。65岁以下的这个农民呢，大概有这个45万哈。那如果是说以50岁未满50岁，大概也有30万哈。那未满50岁的有14万到15万，14万5千多。第一年大概是从50岁以上的大概有10%会参加，50岁以下大概20%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估计的话，就是大概有6万多个人第一年会进来。那当然到那个最后的那个15年，这个数量是会逐渐的去增加，有这样子。农委会举例讲，若以逐个月收入的基本工资23800块落去计算，互农民家己竟按1%到6%，看要纳倒一款比例自由决定。农委会也指出讲，政府以劳农津贴和退休的假金双沿落去保障劳农民的经济收入，安尼生就通和各种行业的退休人员同款，有一定的保障。这也通鼓励少年家参加农业生产的工课，甚至也佫会带动农地较有人肯去运用。行政院也赶紧将这部草案送交立法院审议，按算今年就会正式开办。再来讲，去年去坐台湾高铁2度出入的人数是有史以来上界多。本地3月高铁就要甲员工起3.42%的薪水，不过因为病情拖无休，但高铁公司嘛宣布讲，起薪水的拍算就渐暗。另外，中华邮政这边嘛表示，因为真侪所在飞机班拢已经暂停，若要寄去世界104个国家甲地区的批信，暂时嘛无法度收件了。在窗口的第一线人员全部拢挂水掩上班，高铁已经封闭，轮班制员工已经启动防疫班表，无工班之间袂用换班。因应疫情，公司也对内发布暂停加薪的公告。因为去年高铁的旅运人数6741万人，创历史新高。公司伫咧去年10月就宣布，今年要调薪3.42%，本来是3个月就要换，并且追溯到1月，但是这么暂缓实施。新的班表跟相关的防疫措施已经给同仁造成一定程度的不方便了。那我们的同仁非常的体贴，就是也是跟高铁公司共体时间，就是原定3月要发的加薪，他又不发了。那对同仁来说，其实是一个多重的打击。因应运量下半，高铁伫几工前宣布4月18开始减班41班列车，这么如果暂停调薪，高铁讲就会等到疫情较缓和，抑个营业稳定的时阵，再过来综合考虑。另外，长荣航空也对内公告，专案暑假会当以1个月为单位，希望员工会当做能共同渡过难关。面临着全世界航班大减的影响，中华邮政也公告，伫目前总共有104个地区国家拢暂停收件。这些国家占的邮件出口的邮件量，大概占我们总体的大概9.1个百分比。这些地区就是有邮件但是都不多。邮政公司讲，因为疫情的影响，有种啊地区突然间断航，若是已经收件，因果航班被停，就会联络寄件人退回。因过伫目前国际大宗邮件的美国甲日本也拢有航班，所以影响应该袂伤大。记者综合报道。头拄咱有报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有针对正人开会的人数出声来建议。不过若亲像补习班，下课又该安怎约束呢？
教育部是讲，一来就是要考虑人数济少，搁有就是照指挥中心所提供的6项指标来判断。若是学生所在以下位会当让互开，也是分作较侪种教室来上课，相信这嘛是真好的对策。 避免防疫有问题，新北市长侯友宜捌伫开学2月25宣誓，若是有补习班查到学生无扎喙安，上当会撤销立案。教育局指出，这段时间几落届雄雄去检查，是无查到违规，因为指挥中心上新的建议。 市内100人以上的大型集会上好停办，补习班又搁爱如何规范？ 比如说，补习班如果可以用梅花座、用视讯或是分隔教室的方式，那他还是可以做好防疫工作。那这个部分就不必然一定要做停课。 除了考虑有偌济人，教育部指出，搁爱甲地方政府按照指挥中心因应公众集会的来指标去评估风险，只要因应的好，无一定爱停课。有专攻公务员考试的补习班业者讲，即马无采取梅花制，但是已经采取分隔教室来教学。 第一个就是先疏散同学的那个上课的人数，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把课程放在云端，让同学能够在家里面就可以听到这个课程。我们另外规划1人1室的那个视讯教室。再来的话就是说，有时候是本来是1间教室的，那我们就把它分成2间教室，让同学来做。教学时阵，同步录影随时去线顶学习。 非同步的远距教学，伫专攻公务员考试甲进教的补习班是真普遍。业者讲，若是疫情继续无好，会短期取消实体教学，拢以远距来应用。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消防甲救护人员这阵嘛加真无用，炎天赤日头，顶尖下逼，防护衫嘛就要穿好调，通好去接遐可能有胃着病的民众，总是因也拢无化忝，尽心完成任务。 话较调远的县市嘛烦恼讲，防疫的物资无够通用，总是新德专家表示，有中央统一的分配，目前是也无欠着。讲一个真消磨上界重的，也是喙暗一项。一接到出勤的任务，救护人员马上手挂起30万手笼，穿起防护的衫，佮挂起2000的喙暗，在上短的时间内，甲易受感染的民众送入负压隔离舱内底，赶紧送医。面对疫情，消防人员加强演练，随着天气愈来愈烧热，全身躯也是包甲暗暗，大力管、细力管也忍无调，全力完成任务。都是警察局那边通知我们，就是有疑似病例的患者，他可能居家检疫，然后他离开家里面嘛，所以他会先到警察局那边去。那其实这些患者，因为他已经被找到，他实际上都是蛮配合的。就是在穿戴防护衣的时候，因为程序比较细，就是会比较热啦。出勤回来消毒的方面要做的比较仔细一点。武汉肺炎的疫情继续，部分较偏僻的地区反映防疫物资安全量无够，其中在新德县的部分，消防局表示，目前的物资阁算讲有够，用量上大的部分也是喙暗。耗材包括口罩，包括这个吸级防护衣的部分，都由这个中央一条边来给我们支援。那所以我们现在在各分队执行勤务的时候，目前的耗材都还是宽裕的。口罩的用量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怕有社区感染型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护送一个病患到医院端，这个口罩当次就不能再使用了。大新地区26号武汉肺炎确诊的人数新增加3个人，总共来到10个人。新德县卫生局指出，一定会继续落实各项的防疫措施，另外，佮加强防疫工作，守护民众的健康。记者张君豪新潮报道。继续关心各地头生活的消息。逐冬3、4月啊到，天气渐渐烧热，种地的农民嘛开始咧无用收春啊地。尤其南投德山照景山这片山峦啊，因为海拔较低，比较别位地嘛拢较早收。咱在遮的地农就讲，今年雨水落了拄啊够热，地叶地青拢比永过较水，产量嘛搁较稳定。伫南投德山镇的照景山，这个满地工店地园内底，下手是真流利，哪听音乐，哪按摇的满地。其实早春茶靠天吃饭，那因为今年的雨势就是在我们农作物上刚刚好。春地若要好啉，就要有济济雨水，互地叶会当好好啊生长。安尼伫咧啉茶时，才有清芳的气味伫嘴内散开，互人不时地笑念一款好滋味。今麦是早春，现在的茶是
今年的茶比往年好一点，因为有下雨，今年的品质比较好，茶叶茶苗也是有比较漂亮一点，产量这样比较多。今年拄好有落雨，和地叶的产量甲英国比起来是加较济，品质嘛真好。这几工都满卖少地，地农是真欢喜讲今年有好收成。所以我们的茶叶就比较有点丰收，所以做出来的品质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就是看它的季节性，然后就是尽人力来去做一个调配。那讲到春茶采收，除了气候因素，搁要看地形。即阵的万春茶照镜山是隔海拔的山峦，甲其他的高山茶比起来，算是较早收成，嘛正做是地方的一款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看着讲人伫咧满茶春天时到，国情啊着想着讲较早满茶拢有迄个满茶的收报歌，男男女女手咧叮当，嘴嘛伫咧念。当然是诉出心肝内的情怀，男性对女性表露爱意，女性有诶歹势，甚至有诶看到讲对方都毋是咱意向，咱会甲报翻头，原来会甲渡翻头，所以即个四句联真趣味，一句一句流传到今，内容拢真奇卡。国情啊，伫春天时看到拢伫咧满地镜头的时阵，来甲所有观众朋友，咱来研究即个烧报歌，袂输嘛，敢若闻到茶的气味共款。见面头一条，咱来听讲四句联讲，阮厝踮伫娘厝后，看娘不时咧探头，情义总有9分9，路边烧肠头高高。四句联描写真趣味，讲咱住了真接近啦。阮厝踮伫咧恁兜的厝后啦，我踮伫咧你的厝后，我都看到你面拄面，不时伫咧甲我头探头，你都对我都有意向，在我心内咧判断。情义总有9分9，谁知影讲路边烧肠，哇！你说头高高，这个高就是讲头壳压落去，所以毋知影讲是毋是查某囡仔人歹势，也是讲这个男方伊根本就判断错误，人都对你无这个意向，这嘛无得确。四句联听得真趣味，过来，共款男方咧对女方表露心意，四句联讲新婚互娘买落柜，锁落柜底真吃亏。只有对娘求好喙，请娘锁匙举来开。是啊，我的新婚拢总互小娘啊你，甲我卖甲袂输锁伫咧你的心房内底。你的心房若是一骹倒柜只，锁落倒柜下底，无人有才条解决啦。只有是邀请什么人对娘求好喙，请娘锁匙举来开。只有是你将锁匙拍开，才当甲我放出来。意思就是讲，你的姻缘，你着爱答我，你着爱应我。若无我永远都互你白掉的啦。怎样讲白掉的？搁有一首四句联，讲即个相思的感情，讲一日烦恼日落新，一暝想甲家报应，一时无见咱娘面，较惨细囝断了恁。一日长落落，我敢若烦恼甲日落新时，日头落山了啦。结果我暝嘛无在条困呢，你也想，暝也想，一暝想甲家报应。家若咧啼，因时连咪天光卯就到啊。我若一时无见咱娘的面，较惨啥？这是上界直接、上界清楚的描写。较惨细囝断了恁，正就是相思的感情啦。咱过来关心咱的地方的消息。换来讲，落水溪边，东北季风若透，落水溪边，风飞鹰也就高。民众的生活甲海岸边大自然的生态嘛，大大受到影响。5当前有种树仔团体开始踮伫咧森林园内大小轮背卖了西犁四方阵，用新的步数甲树仔种好条，满土沙减营野。落水溪边看过去，树林也愈水，生态嘛愈丰富。逐年东北季风若透，落水溪四周围风背影也特严重，若影响附近居民的生活品质，好花的环境也受到严重的破坏。为了改善这个问题，有种树仔团体踮西犁的海坡，用这种河水水源保的花盆，才有法度适应土坝打碎的材啊，增加食物活落去的机会。植栽种好之后，然后呢，在植栽会经由这2个洞这样子把它套过去。这样子起来，好，那这样子起来之后呢，
才会我们的导水绳是从里面再把水导出来，导到这个根球里面。用这水宝盆，让仔下底会使较实，增加活命机会达到95%。种树仔的专家表示，无同的土壤适合种的食物品种也拢无同。因伫咧5年前开始，分别伫咧云林县的大溪、仑背、麦寮、甲西螺4个乡镇种树仔，塘河板沙土减少风背沙。种有乔木有灌木，这样一个层次下来，它防风的效果会更好。那另外就是说，这样子做的同时，我们又把生态的功能给带进来里面，然后让它这边能够有比较完整的生态。伫咧海岸边种栽啊，改善空气，也打造多元的森林环境。水鸟动物也会伫咧遮休困生hoạt。落水溪附近的海岸，无搁再是规片空空，即阵有树仔、有草埔，真做是新的生态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来讲农业的消息。普遍得大冬啊，糖是真够来食，才会到寒天时，农民拢得要踮关山内底种，讲安尼较无病虫害。啊，屏东李港遮有一个农民庄志忠先生，伊是参考国外研究，伫咧温室的四边搭水红色的网啊，讲会当减少虫害，就是望讲热人来到踮平洋大冬啊嘛烧上种会水。用水红色的网仔搭温室，有影响目。屏东县李港乡一个名叫庄树忠的农民，按农作物期刊看到外国通拓博士发表的研究，了解水红色的网仔会当避免虫害，就家己伫温室的四边搭水红色的网仔，要试验看卖，望要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最主要就是避我们茄科类它螨类啦、蓟马啦，还有银叶粉丝这一类。这一类对我们的茄科类最有伤害，而且你如果不避敌的话，它农药的量就会使用的很多。经过试验，庄树忠发现通拓的数量确实大减少。那安尼生还说有通突破大冬仔的种植，因为大冬仔普遍真够受到虫害，所以农民拢伫冬天踮关山种大冬仔。不过大冬仔伫热人的时间这价值嘛真悬，庄树忠就想要利用这款水红色的网仔，挑战伫平地种大冬仔。彩椒夏季价钱是很高，也想说在平地上看可不可以挑战说，这个作物在平地上夏季也可以生产，所以我就想说今年来挑战比较有挑战性的作物。庄树忠唔但希望今年伫平地种大冬仔挑战会当成功，佮用家己做例，呼吁政府落去推广农民会当伫温室四边搭水红色的网仔，减少使用农药灭虫，做伙看顾健康，保守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台南市环保局全面消毒火车头、公车转运站、甲高铁这32位交通往来的场所。嘛有人伫咧烦恼讲，公共所在有诶较无地去挖的街友行来刷去，敢会变做防疫的破拍。台南市的消防局是讲，拢已经有替因传喙炎这防疫的物资，也会加强卫生方面的宣传。环保局家己做的消毒炮车，因火车头4颗连灯喷出力生水消毒。另外，还有90多个清洁队员，嘛派消毒罐去火车头内底消毒。毕竟这边也是蛮人挤人的啦，对。所以找到他们这样过来消毒，会让你比较安心一点。多少会啊。用过的口罩啦，或是这个个人的一些清洁用品，它会乱丢。那这个部分已经不仅是这个环境整洁度而已，也可能造成疾病的这个扩散。所以说这些部分我们都会一并的来处理。火车头是真侪人咧出入的所在，民众也是拢有挂喙安。台南市长黄伟德强调，市府会加强日头来防疫。虽然大动作咧消毒，不过地下道内底也是有袂少的街友，嘛互外界烦恼，敢会真做防疫的空棚。这是社工发的就对了。对。那你有在带吗？有啊，有在带。我想我们还是会尽量宣导，那也会请同仁要加强这个街友的辅导，就是每天定时去量额温。那也请这个街友们，如果说发现有什么有人发烧或是有需要就医的部分，也可以通报我们社工。市府强调，目前有咧做名单的街友，大约有174个人，嘛有提供予人洗粪水的车，甲街友中心，拢会使予街友来使用。未来嘛会派社工加强宣导甲访视，积极甲防疫做好，希望会当带动民众防疫的观念。记者综合报道。
即摆有袂少农民拢请科技公司用遥控的无人飞机伫空中除农药。毋过约束即款无人飞机的法律，3月30日特别实施。过来毋若操作的人爱先击败得到许可，飞机嘛袂当飞离铁路甲高速公路这设施伤过接近。若飞我30公尺以内，就是违法，爱受处分咯。农业科技公司的人员甲药剂倒入去无人机内底，开始喷药啊。为着要省人工，即马真侪农民请无人机来转药啊。不过，即个月31开始，民用航空法无人机专章开始实施，需要登记而且摕到执照才会当操作，连使用的范围都要特别注意。以安全考量来讲的话，像有时候我们会接到在那个台铁道附近的，那时候我们如果很临近的话，我们也会跟农民做协调，为了安全考量，也是不会去接这个单的。农业科技公司的人员表示，一般接到农民请因来喷药啊，会先了解田的附近环境的状况，敢有高铁甲大铁的经过，会以安全为优先。另外，分管府是表示，若使用无人机无离铁路、高速公路等等的设施30公尺以上，都会违法罚款。希望所有的无人机的操作者，尤其在农业方面，都务必遵照目前政府的相关法令了。好，纵使有些个人的本来自保机的操作者，他们都认为这样子会限缩他们的权利，但是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农业的方面的操作，还是应该遵照目前现有政府的一个规范哈。分管府表示，管府支持立法来管理。目前伫咧虎尾一个溪仔边的所在，有设置国家级无人机考证照的场所。启用到达已经培训全台湾公家机关的人员要500个人，未来实施了后，半年会检讨一届，加强相关配套不足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若3、4月啊，遮台东县的柑仔町拢大出，本地逐英年农会拢会踮台东佮台北办活动，大规模宣传这款柑仔町。毋过今年因为病情咧喘，宣传的工作嘛无法度大叮当，搁再因为鼻仔咧顶树丛。6个月比例有2成的多，农民嘛拢烦恼讲今年收入拍算会较减。台东县旁顶即马开始采收工人爬去树仔顶一粒粒板，是真无用。永年一台斤产地收购价小是40块，毋过今年的温度较悬，请真侪果子先来加。最近远的涂骹是落真侪果子，农民讲落果率超有2成左右。全球暖化的影响，然后果实蝇的危害就比较严重，然后落果就比较多。台东县总共有80多公顷的旁顶，敢若是东河乡就占一半，但年生产80多万公斤。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原本一礼拜要去台北推广旁顶的活动规模是变小，一运到台北的数量比英国是减3成。东河乡农会即马用网络的方式来帮助农民减少损失。用网络跟宅配，还有跟邮局做一个网络商城，然后再辅导各个农民做一个网络的行销。另外，农会阁特别用冷冻的设备，把旁顶加做冷冻果汁，嘛会当送到厝，互人可以当啉到有维生素 C 佮纤维素，会当增加免疫力100%旁顶的原汁。我们完全不加任何的色素，什么这个都全是原汁原味，100%。东河乡的农会表示，旁顶果汁解冻了，可以当伫冰箱内底放3到4天，民众会当安心啉。防疫期间，大家用网络来买，支持农民。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今日日是台湾东半部和金门、马祖一寡角头拢有短暂的阵雨，其他各地头是侪云到好天。过道山区也落淡薄仔雨。明仔日是方面接近北部、东半部佮金门、马祖，拢有一寡所在会落短暂的阵雨。明仔天气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3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1度。台南、高雄、屏东23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2度到30度，金马澎湖20度到29度，
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